以进去下工了吗？还是要请我们总行公告，今天目前不会正式有。联邦银行今仔日无开门，大班的行员提早时要去内底，搁做一摆环境的大清扫。因为中立建行分行一直有人确诊，到堂已经有14个人。不知道啊，他这里有写啊。对。 已经有人确诊了，是，总共已经12个人确诊了。12个人、那你确定你要来这边办公吗？不是，我。民众要来办代志，煞无开门，知影消息了后，带一条甘江员是较真的照护员，伊捌伫4号到银行开户1点钟，才找柜台人员在后出现发烧，然后无爽快镜头。卫生局扩大采检，伫昨个掠到3个人确诊，想要到过一天，阁有11个人是阳性。规个分行伫7号有年底的聚餐，怀疑这就是扩大传染的原因之一。 那期间到底跟行员，那么有这个是否有这个脱口罩、拍照，是否递送文件的时候有近距离接触等等，那我们进一步疫调会再来呈现。不过自4号到12号交工的时间到底有啥去过？最大人数是3013位，那这3013位，我们都会通知匡列裁剪。 针对个案，卫生局扩大控力，包括银行行员、接触者和大做伙亲人，总共76个人送至中检的所隔离。餐厅的员工人客108个人嘛伫名单中。这柜台钞票安怎算？有网友讲，有一寡时段会先用喙烂，才一张一张豆豆算，才交予银行的行员。不过这个动作敢会烧坏？医生讲，我们也不建议沾了口水去点钞票，因为我们的嘴巴里面有很多细菌或病毒，它会粘在我们的这个钞票上面。医生建议要是把这个歹习惯改掉，毕竟疫情期间一个动作、一个无注意，拢有可能会挖到病毒。